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 YouTube channel 啦。今日教嘅指令係 scale，S-C-A-L-E 比例。咁咩情況下會用到比例咧？就係大家畫一啲嘢，你想縮細或者放大嘅時候，都會用得上比例。例如而家有一個正方形，我想畫一個呢個正方形嘅2倍咁大嘅，但我又唔知道佢尺寸喎，我又唔想慢慢度佢喎。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用到 scale 啊。咁大家輸入 SC 啦，然後揀呢個 scale 嘅比例，呢個 comment， 然後咧 click 你要放大嘅物件啦，又咁樣確認，然後佢想問你個 base point 喺邊度，咁個 base point 我求其選一點都得嘅，我就選最左下角呢一點啦。然後佢問我要放大幾多倍？咁啱先講過係放大2倍啊嘛，我就輸入2，然後 enter， 咁呢個物件咧就放大咗2倍啦。但係大家記住喎，佢放大嘅2倍咧係指緊線同線之間放大嘅2倍，即係話咧，如果呢一個物件咧係原本佢呢個距離咧係1嘅話咧，咁佢放大咗一個2嘅正方形出嚟嘅喎，即係2乘2咁樣嘅正方形出嚟嘅喎。如果呢個條邊係1嘅話咧，咁呢個係2喎。咁問題係，如果我就係想複製一個放大 1.5 倍嘅得唔得咧？1.5 倍嘅都得嘅喎，大家。咁我哋輸入咧 SCALE 啦 ，scale 啦，然後揀我哋嘅物件啦，咁樣確認啦，然後點一個 base point， 然後輸入 1.5， 然後 enter， 咁佢就呢嚿嘢就會變咗1點啦。咁好多時候我哋點樣用得着咧？咁其實咧，好多地方用得着嘅。例如我而家呢一個文字，我覺得我呢個文字太細個啦，我想放大佢。咁我輸入 scale 啦，然後求其 click 一點啦。咁我想放大幾多咧？唔知喎。咁我想放大2倍試下啦，咁就撳2啦 ，enter， 咁我就放大咗2倍啦。又或者我想縮細佢，我縮細呢個字，縮細一半，都係用翻呢個 scale 嚟做翻一個縮細嘅比例。你輸入 SCALE，enter， 揀咗呢一個樣嘢啦，然後咁樣 enter， 然後問你 base point 喺邊度啊？我就用翻呢個左下角啦，然後輸入 0.5。因為縮細一半啊嘛，1嘅一半係 0.5 啊嘛，又輸入 0.5， 跟住撳 enter， 咁呢樣嘢就會縮細翻 0.5。但係而家大家要理清一個觀念就係咧，我哋用 scale 咧 ，base point 咧，點解要輸入 1.5 或者2咧，或者 0.5 咧？因為呢一個比例咧，大家記住，所有嘅尺寸咧，佢放大嘅咧，佢就係跟一樣嘢嘅啫，就係 1。你要放大嘅1倍嘅話咧，一嘅1倍，你放大1倍即係2，你縮細一半，咁1嘅1半即係 0.5， 你要縮細20%， 咁即係要減翻 0.2， 咁1嘅2減翻 20% 即係 0.8， 咁我所有基準係以1嚟做基準。所以大家要注意翻，如果我要將呢樣嘢我放大8倍，我將呢個文字放大8倍，我就要輸入8，咁我就放大到8倍啦。咁如果要將呢樣嘢淨係縮細 0.8， 即係縮細20%，咁我就只要輸入 click 一下之後輸入 0.8， 咁我就要縮細咗20%。咁所以大家注意，每一次你用 scale 嘅時候咧，佢哋指令都會回復翻1，你喺1入面做一啲基準嘅改變。好。
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教育有用嘅話咧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嘅，thank you。